香港又有個新公園啊，就喺呢個啟德體育園。呢個公園叫做五行同樂園。咁佢有個10米高嘅高塔，有個沙池，有個攀石場，仲有滑索。咁我哋喺呢個啟德站嘅 D 出口，出咗出口之後呢，我哋直行，大概慢慢行10分鐘就到噶啦。咁其實佢喺呢個啟德呢個零售館嘅1號館嘅左手邊。今日我哋將帶你探訪全新嘅啟德體育園五行同樂園，繼靈感來自宋代鹽田景觀，並融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概念，劃分5大主題區，營造獨一無二嘅感官與學習體驗。高低起伏嘅小山丘各有象徵，黃色代表金，綠色係木，藍色象徵水，紅色代表火，而橙色係土。設施透過唔同材質展現五行嘅基本形態，刺激小朋友嘅感官發展，啟發探索精神。遊樂場設有沙池、攀石場、滑索2座逾10米高嘅遊戲塔同埋互動遊樂設施等，亦配備草地休憩區，打造全天候玩樂放電嘅親子樂園。同時設無障礙設施，包括特別設計嘅沙池及彈床等，打造傷健兒童友善消閒空間，推動共融遊樂理念。因為呢個公園可能太多人啦，咁佢又分啲節數俾人入去嘅，咁記住睇啲時間啦嚇。咁呢度有1節、2節、3節、4節、5節同埋6節嘅嚇。咁每一節咧大概有半個鐘頭俾大家玩咯。
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隨時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會盡力為大家解答。非常感謝你嘅支持，唔好忘記訂閱香港背包，並且點讚同分享影片，咁樣有新影片嘅時候就能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